面。主说，我们带着神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。主，今天我们要来为神来做见证，要来大大的用诗歌来赞美神。主，让我们知道，神你在我们的心里当中里面，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儿女的关系。主，我们必须先认定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主，我们才能更多的来认识你，更多的来接触你。主，现在就是一个重新定位的开始。主，恳求你在我们等一下的青年主日的一个崇拜当中里面，恳求主你带领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一切的所有的力气。主啊，都恳求你一一的来带领俊文、韩梅、芷涵、钟林、Apple、佳琪、阿娘、小倩、董东、洪喜、家珍、俊贤、佳丽、Yuli、陈一婵、基米、伊米，还有静涵，完全的摆设在神的面前，神都看顾他们，为着你的服事来